好，来，乡亲继续来看宜兰的大溪老爷酒店，去年的8月有旅客大规模食物中毒判决出来的。酒店的业者甲总经理沈凤正违反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，判这个缓起诉1年。被告也坦诚了说，他有管理上面的这些疏失，给予我们这个实际上面的这个负责人呢，就给了这个缓起诉处分8个月内要向公库支付新台币2万元。那我们的饭店呢是要这个向公库要支付这个缓起诉处分金呢10万元。当时饭店的业者无注意到厨工喂着诺罗病毒，佮互因继续来上班，害100外旅客食物中毒。事后，这个饭店的负责人甲被害人来和解，所以法院判缓起诉的处分。希望饭店的业者未来会当更加注意到相关的卫生的条件。